台中市一个高中的男学生，竟然为学校的4楼顶甲跳落去，2支脚摔断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家长来指控，讲后生后生的同学甲霸凌，才会做出戆代志。伊有甲导师反映过哪解，但是导师拢讲无法度处理。事后校长阁甲因建议，讲这个保险的申请书爱甲霸凌改做意外，讲安尼才会当清领到保险金，这是互家长非常的不满。今天早上都很不舒服。高中3年男学生对学校的4楼栽落来，当场双腿骨折，两骨嘛受伤。家长看到后生这款情形，激动流目屎。当下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，我们就只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这样子而已。虽然开刀捡回一命，阁可能留下后遗症。原本以为讲坠楼是意外，但家长讲囡仔个性温和，之后真侪次受了同学言语、集体霸凌，逼甲伊选择自杀。他们说我儿子说我只是同性恋，我很难过，因为他没有跟我反映过。事发前几天，家长打电话向班导师反映霸凌，但是班导无接电话。过当天，学生搁再找班导师，想袂到伊讲无法度处理。事发了后，校长阁要求家长甲霸凌改做意外。这样说要改意外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这是第一次。到昨天，我儿子下午在开刀，他还开脊椎的刀。他又打电话给我先生，又讲了一次这个。学校本身已经要组这个小组需要去实际调查，当然我们就会依规定去做那个他不当情形的处置的措施。校方目前为止无回应，但是校长的秘书被民众痛骂，无重视校方的霸凌。这个男学生的秘书相片看起来是开朗活泼。不过，顶个月讲，这毋是一个美好的一天，已经透露危险信号。若是伊甲家长，当时有另外寻求张老师，或者是生命协谈专线协助，目定就会当避免悲剧发生。